你以為呢條係冇用嘅雜毛？原來剪咗佢會令貓貓好不安，出現焦慮。當主子幫貓貓剪指甲，或者去寵物美容幫貓貓剃腳底毛嗰陣，可能你都會發現見到手腕後面有幾條好似生錯咗地方嘅雜毛，就諗住順手剪埋佢。結果返到去屋企，發現貓貓跳嘅時候又失準，好似有啲焦慮咁樣，同平時有啲唔同。好似版主咁 post 咗上網同人分享，都會有留言話一兩條毛啫，邊有咁誇張啊？而大自然從來都唔會做啲冇用嘅設計，好多人會直覺覺得呢個係退化嘅毛，以為好似人類嘅體毛冇實質作用。原來呢幾條毛喺醫學上面叫做腕觸鬚。呢條腕觸鬚嘅底部係包住充滿血液嘅血竇，佢嘅周圍佈滿咗感受器。當啲毛髮有輕微嘅震動，呢啲信息就會0.01秒就直衝上大腦。有科學文獻指出，貓貓其實對眼喺睇30cm 以內嘅物體，其實係聚焦唔到。呢30cm 以內就係近距離視覺盲區。當佢飛撲去撳住個老鼠嗰陣，佢對眼係睇唔到嘴邊。喺佢用前爪撳住個獵物嗰陣，呢個時候就係靠呢幾條腕觸鬚去感受下個獵物有冇掙扎。亦都有醫學文獻強調，如果失去咗觸鬚，包括埋塊面嘅觸鬚、手腕嘅觸鬚，都會破壞到貓貓本體嘅感覺，令到佢嘅三維空間判斷失準。剪咗之後嘅貓貓係會有啲焦慮嘅行為。坊間有啲寵物美容或者係新手主人未必知道呢件事，會以為只係一啲雜毛，所以剪咗佢。原來佢同貓貓塊面嘅觸鬚一樣，都係咁重要。究竟你屋企隻貓貓嘅腕觸鬚係咩樣嘅呢？快啲訂閱威醫生活懶人包啦，支持我講多啲點樣揀最好嘅產品，鼓勵我定期講多啲有趣嘅小知識。你有冇試過同貓貓玩個遊戲？抱起貓貓，肚皮向住自己，跟住放手，睇佢可唔可以成功喺1秒內完美着陸。原來就係呢啲貓貓嘅觸鬚可以感應到空氣嘅流動，喺0.01秒內就微調好手腳嘅角度，喺未望到地面之前，已經知道自己手腳要對準嘅位置。